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了停通的时间了哦。今日永群先生要教大家是呼啦圈的运动，想放起来，屯先生来做运动的哦。今天来屯先生来做暖身动作哦，将两只脚打开来，结束，慢慢的，再摆。加上你的脚七条，手臀脚同时，好，准备了弯片，跪中间，弓箭步，伸侧。过来中间，好来做深蹲，都是数，鼓下去，停下来，慢慢的臀线上走。来老眼看呢，来改的深蹲夹扭腰，弯片，左片一摆，右片一摆。好，更加重心的转移，来学动作，脚掌，好，交叉，脚掌跪落入中间，交叉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重新转过来，人家弯片，脚掌伸出去，给我后背。腾腾先生，慢慢的做。9、10，好，再来两只手拿上来，拿个呼啦圈拿上来，来试踩，来加一个深蹲，好，固定好，好，来转膝，好了，加扭腰。做扭转，加上的重心的转移，2、3、4，扭转，鼓，伸侧，鼓，伸侧。
重新转移。地上面鼓下去，来手地前面伸出去，做事的手上可以做扭转，前面鼓。安尼动作全身都可以运动到哦，连个手臂，好嘛可以运动，瘦你的手背，瘦你的腰。加油哦！好，更加变下来。好，更加长的脚去放来。好，放下脚哦，去放来啊滴，你的前面跨上去。四脚后腿，去放来变前面，去放来变后背，来配合安尼的呼啦圈，好，呼啦圈变在前面，好，然后哦，好，去放来变前面，去放来变后背。做安尼动作呢，不仅可以瘦大腿，嘛可以训练你脚的肌耐力咯。好，做横的左片更加稳的右片，好来去放来。刚来做一个后勾脚，延展的身体，延展的后肩肌群，使可能性可以板动的后跟膜。慢慢的弯片。再复习咯，头多先上教的动作，还记得吗？听，你脚伸出去，脚尖用的后背交叉，三、四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弯片，重新再到另外一片的脚。
来松鼠、两只鼠来食材加牛腰。好，慢慢的变下来，做一个缓和，嘻嘻。接下来，来屯先生来学新的动作个，更加来屯先生来做男生的动作个，将臀的脚伸出去，好，延展到你的圈外，还再数过来。记得咯，延展的时候，我们脚一条要伸出来，尽量绑上来，再过来，好，3个时节鼓，3、4，伸出，半蹲，跳那不爱手，下，右片，左片，老眼看呢。弯片捞，松下，好，腳聽，過來。重心的转移，加上的挺脚、挺高，臀的竖，好的呼啦圈塞的隔壁，好，腳挺上來，來鼓。都是数红了哟。好，跟下来表演的肚子前面，好，来做深蹲，踏并踏后勾脚，后脚，传统的呼啦圈。速度可以变快，看你脚趾条微弯哦，不用强松来，从伊的弹簧。可以嗎？要停上嚟嗎？加油哦！相信你自己可以做得到哦。慢慢地跪在中間，好，而家
家来涂个手放在旁边，做芭蕾的把杆哦，来做芭蕾运动哦，芭蕾动作，一位起好，好一，这样，你打开来，鼓。所以数，眼就可以看，眼数停耐，眼就来谈论的停耐，加上的眼神。好，此刻的心哦，天空来，练个支撑，数慢慢的。压上去，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做到诶！来，更加来弯片，好，一样哦，脚依位起好，5，慢慢的打开来。眼珠吞数吞下。此刻内心天空来，都是树。听人讲有人在上面绑用诶，一条绳嘅绑，脊椎拉长，颈椎拉长，慢慢的压上去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慢慢的数下来。挺好哦，来，更加涂个数，好，放在前面。来，此刻呢，先低后背，延展你的背。向后弯。更加来，用完的呼啦圈。呼啦圈不只可以用佢头到线上教我嗰度動作，更加嚟用呼啦圈嚟哦。跌下來唔怕，停頓線上慢慢嘅練習，一定可以做到嘅。呼啦圈呢可以送嘅臀部、腰部，好一片中間一片。好，嚟此刻呢先哦，要結合嘅律動感，我數可以用嘅一片。好，感覺穩定嘅。好，再来加上数，好，加上数，像平常啊，看电视啊，还是有时间的时间，嘛可以按尼摇，边看电视边摇，可以运动，来玩片。上面绑长，好，此刻的心，延展再延展哦。加油哦！跌下來唔怕，然後來再重新開始佢都可以哦。好，加上撲數來，
瘦腰，可以瘦我们的手背哦。好，加上滚速。加油哦，停上来哦，跌下来再硬风来愈好诶。上面泡出来。老鼠，加油哦！相信你这个做得到。准备摆拍手，老鼠。好，更加能是可能性。脚抵前面，弓箭步，数过来，好弯片，控制好的呼啦圈，好来进阶版的哦，好来捞眼看的是可能性，边捞，好边有呼啦圈边捞眼看的哦。做到了吗？好了，弯片，再一摆哦。来做缓和，起起，跳起。今日的通早好不好吗？好不好呀哈？挺通，俺们下次能来了。